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冯恰恰。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唔能够休了，你可以休，我一直想要出来选举啊，就麻烦了。是的，今日心情非常轻松，真欢喜咱的老同事来到位啦，吼，连面来好好来介绍一下。但是因两个台语应该是练了已经袂歹啊，但是唔知倒过咱的专家呢无介绍咱的台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听恁唱歌人开朗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听恁唱歌人开朗。就是老师伫咧讲这话时，我去想到这字，哇，要写你啊！哇哦，哇哇，金哇，碰过的你就水，就水嘞，就艺术嘞，哇，这会当摕得哇，上水哎呦，锦绣山河，美声相随。真高，锦绣会当做名词啦。以前人的皇宫吼，内底迄布料叫锦绣。啊，另外一种是讲美好艺术，像讲锦绣山河，讲这山河足水。伊遮水的风景内底，个人唱歌互咱听，吼，这是人间的上好的境界啊！谢谢，多谢。紧张无？紧张袂紧张，我今日足欢喜的。主持人看伊。主持人听因唱歌大汉，明仔载嘛爱相随啦，嘛爱做伴啦，明仔载嘛爱做伴啦，啊个外婆的平湖湾啦，对无？嘿啊，拢足好听的。外婆的平湖湾，我的澎湖湾，我平湖湾。老的啊，老的啦，要紧。哎呦，咱的人的节目还阁伫咧这个公司有咧播出。就侪人啦，甲我讲讲，你阁有迄甲碰过主持的迄个唱歌的，我想讲，这毋是足久以前的，啊，毋过互大家哦，拢足欢喜的。印象真深啦。有足侪主题的，啊，唱歌互大家听，安尼听歌就欢喜啊。嘿，来，即摆互相交换介绍啦，好无？交换介绍。你介绍你的边仔这位查某囡仔。好，专程用台语介绍，请。好，无问题。大家好，我边仔这位是我较早的同事。伊进前吼，阮两个人熟识的时阵，伊是叫秀琴啦。啊，后来吼，感觉秀琴这个名吼，无介理想，尾啊改更运气甜。较无好，尾啊改离啦，离有改过啦。啊，离改过了后吼，凡是伊有钱嘛，改名会用改三改嘛。改名唔免啥钱啊。伊摕去互老师算吼，嘛开袂少钱，因为是大师。大师啦，是美国时钟这大师。啊，即马吼，伊的名叫做鱼仔肉，鱼仔肉。我给你小等下处理。鱼仔肉，继续。嘿，鱼仔肉，啊，改名了哦，真正有穿得着呢。吼，迄立位的女主角，水啦，害我哦，明仔载嘛要来改名。改名改文你的意思是？改名了吼，个性变较三八，变较活泼。活泼啊！改名性情较古摸。嘿，有一点啊，哟，较无好斗阵。嘿，伊最近有男朋友无？足侪人伫约伊的，伊一直自唱歌的时阵吼，伊就足侪人约啊。嘿，啊，毋过伊这人古摸啦，嘿啦，目睭生你头壳顶。你安尼讲这句就无简单的呢。是吼。你毋是迄个原住民吗？是啊，啊，毋过我台语嘛袂歹啦。足好个啊！这个活动拄着你写叫啊。啊，伊还有啥物爱讲的无？
其实吼，这种年岁嘛唔免嫁啊，找一个，唔是啦，找一个爱伊的人，会当疼惜伊的人吼，啊，会下的人斗阵就足幸福的啊，嘿。请你介绍你这倒这边这位，请了专程用台语请。好，大家好，今嘛为大家介绍我边仔这个看起来乌乌，啊毋过真正足乌的金文，伊的本名叫做要紧，黄，yellow 黄，黄金文，嘛毋是读金呢，读金金金文金金。嘿，金文。英英文，你两个怪怪，那就歹了。听对英你是必结伊是我应该是讲，阮两个人自细汉斗阵大汉的两个查囡仔，哎，工作的吗？算什么叫工作？无工作的，伊是兵博主，兵博主，我是兵博主，我是百湾兵博主的，我是百湾族。你是台湾。嘿，嘿，排队弯弯迄个排湾族好，嘿，啊，阮是无工族，啊，毋过阮定定互别人叫是讲，阮两个是外国人。你外国人有足侪种的对吧？就是马来西亚，啊是讲菲律宾，啊是讲印尼迄边的。东南亚这边，嘿，拢是。我了解了。因为阮两个，我即马是较白，较看袂出来。啊，即位我暖，拍甲足乌的，嘿，定定互人误迄会。个乌雕底，不是乌无色。对哦，啊伊吼，伊看起来吼就有爆发力的，迄个就有眼镜足强的迄种的，眼镜，灵应，迄是搁来迄油门迄种，假这眼镜呐，眼镜，呐，伊眼镜足强的。眼镜都强我惊。我打开始认识伊的时阵，哦，你个怎了？无，我无法度讲话，啥那袂法度讲话，伊一直直直煮，我一句话拢插袂起去。恁两个伫台顶拢伊咧讲，无，阮两个打时赛的时阵，敢若相亲，伊就伫咧边啊，一直甲阮讲话啊，讲，讲到上尾啊，我拢一句拢无讲哦，伊就甲我要转去啊吼，我转去的时阵，伊就甲我 BB 扣，恁有经过 BB 扣的时代迄啊？个时阵我，袂少回啊。我妈妈诶，后来伊就甲我 BB 扣啊，哟我转去厝，我就回伊的电话，伊就甲我讲，哎哟，秀琴的啊，恁若遮神秘。神神秘，神秘你若你若遮神秘啊！我就想要听你讲话，你拢无讲话哦，你就内向，我就想要实在你的，我会当去恁兜困无？伊就主动诶，你整啦啊，。你那个应啊，我歹势，我人吼较避暑，避暑，你来困，啊，啥物困？伊毋是要恁兜困，伊袂来甲我了解，伊要甲我了解者，伊要来了解我。进一步的了解啊，你。对，进一步的想要了解我。哦毋过我歹势，我就讲先毋通，阮实在一段时间再搁讲。我听敢若男女咧交往的感觉。差不多是安尼啊，翁仔某差不多是呢？安尼，因为阮第一摆敢若相亲啊，真正呢因为阮进前拢无熟悉，是迄老师对介绍，甲阮牵做伙，嘿，哦嘿敢若相亲对看是对哦。哦。阮两个就做伙唱歌，一个人较紧，敢若油门；一个人较慢，敢若懂啊一，个人东啊敢韩多鲁，嘿。韩多鲁是咧有看方向一个人敢若油门。你一直吹油啦，门你咧打动啊对。对啦对啦对啦，个性差足济，我恁两个坐车就麻烦了呢。会晕车，嘿啊，毋过到尾啊，阮两个就足平衡的。就嗨这嘛是种啊，一个声音嘛是足嗨。拄好两个人无共款的素质，对麻吧。爸爸，拄则伊咧介绍你的名，我感觉有问题。是安怎讲伊3字你咧搁读一遍咧。鱼鱼囝，惊肉，鱼惊肉，鱼囝个叫叫你好。鱼饺油毋是哦，应该是鱼煮油哦。那两个听起来拢无成台语哈，老师这拜托你啊。
伊应该是吴朱玉，哎，吴朱玉有一头有，是哦，啊，有猪肉，教育有无？猪肉哦，肉空注嘛，嘿，吴朱玉，嘿有，嘿，安尼我即马就是讲，定定咧，阮两个就，阮两个是安怎讲？单飞，你是要讲他你关系？单飞不解散若嘛。拍戏吼，对就是用有我家己一个人的时阵，伊意思是呢，因金秀义中唱虽然讲是个人行个人对发展讲，但是因无解散，是这团体依然存依在。然存在。是啊，我一个人演戏的时阵就叫吴朱玉，啊，两个人斗阵的时就叫金秀义中唱。就是安尼啦。了解，对着这款的吼，一般若做伙句，人讲吼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嘿，斗阵久就分，久就斗阵。比如讲，翁某离婚，共款意思。比偌久无斗阵唱歌，哇，哇，几若当啊吧，过来当啊！正式的较无吧啊，就是对，正式的较无啊。会万分对方无？万婚哦，婚那两个表情拢怪可咧。能，无啊是要万婚啥？无对啊，安尼你拢啊无爱催我，无爱小催，反正人无头路，无就做伙去趁钱唱歌，对。哎，已经过去啊。哦，所以有嘛。毋是，较早吼，伊足奇怪呢。较早阮两个人伫民歌西西西餐厅，西餐厅唱歌的时阵吼哈，，伊足无爱趁钱的。伊逐摆吼，若要唱歌吼，就安尼低度，你知影无？第度，低度，因为吼拢伫谈恋爱嘛，啊，就定定吼拢等无人，足无爱趁钱的。毋是我爱迟到，是我的男朋友开车伤慢，停车的时阵，佫要甲我开讲，哎呦，手要搁甲落掉。嘿啊，吼，足麻烦气的啦。到有影。青红顶搁坐，一直靠面你拢红顶拢红顶。嘿啊，我讲要唱歌呢，啊，即马吼，嘿啊，即马拢变啊呢拢变。啊我即几年吼因为即马无看到伊吼，男朋友。我即马看，我即几年看到伊哦，哦，伊实在足爱趁钱的。啊，就欠债啊你的。毋是，我即马了解吼，所以你有存债，嘛拢有啦，就是你讲啥？无欠债就是有存债。存哦有存钱啊嘛有淡薄啊伊比我搁，较有嘛是爱开欸钱，嘛是爱欠几分来钱。讲者？什么几分？来捋者。绿者，绿你啥？毋知影碰过最近欠足大的，你遐大坑我是无法度。鼻孔较大坑啦。你听你讲，伊无好笑，你莫看伊安尼，伊无好笑。啊吼，有一届吼，有着一个，迄当阵应该是出两张唱片嘛。啊，有一个活动伫花莲，啊要找阮两个人去，因为迄当阵唱歌一定爱两个人嘛。啊要找阮两个人去，啊阮的宣传就甲阮讲，伊无想要去，啊吼，讲叫我爱甲伊参详一下，因为两个人嘛，一定爱参详一下。啊，我就甲伊讲，我就讲，啊，咱进前吼唱伫歌厅唱民歌的时阵啊，迄1点钟300块，咱遐尔辛苦，拢走去新竹唱啊，对无？啊，即摆一个活动。 30万那也无爱去，对。无遐尼济啦，啊，一个活动吼，唱几条歌安尼几万块啊吼，嘛足好趁的啊足好的。啊啊，顺续会当去花莲耍啊，我就讲无咱来去啦，安尼才几工啊，尔。啊，伊就讲，我就无爱啊，你是欠遐尼济吼，伊就无爱趁钱呢，迄当阵呢。你安尼，你等着伊的路呢？冤枉哦，大你要紧。啊，毋过细汉的时阵，我真正毋捌代志。我迄个时阵，我感觉讲吼，唱歌吼，逐场拢是爱较重质较无重量。迄个时阵是安尼，啊，我感觉生活嘛爱过，啊，工课嘛爱过。啊，毋过即马，我感觉讲，我伫咧做工课的时阵，嘛是伫咧休困。 欢喜嘛，啊休困的时阵嘛会当做工课，你知影我的意思无？你的意思我一句话就了解啊。吼，紧家己爱做的工课，是，give me five，我你讲几步？又搞，安尼好，要来考台语的程度，我感觉台语程度简单啦，对恁两个来讲也无啥货。来，台湾有真济所在，吼，恁嘛是有做过外景节目嘛，吼，有动物的名伫内底，哎呦，有無？有无？有无？薰林就有啊，有无？薰林就这啊，有无？
哎呦，哇哦哇哦哇哦！我已经讲得真清楚哦。是地名有动物的哦。好喝哦，我来哦，来哦，来，老师考了给来，我说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六姑，高雄六姑，六姑有龟有姑。高雄呀。我说有动物的地名，我讲红山有红啊，红山厉害哦，红山。我说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高雄，刚刚是迄个不是安尼啦，不是安尼哦。来，伊的意思是旧地名打狗啦，打狗啦。是不是？老师替你解围呢。打狗，高雄不是迄个县，好不好？不是哦，高雄你，唔知高雄咩来笑？我知啊，嘿啊，所以跟县有对关。哦，来，怕死吗？我说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绿岛，绿岛你，是要倒位啦？绿岛就是绿岛，因为早期哦鹿啊足济，所以台湾鹿的地名，恁敢若会当为鹿去想，绿岛伊才真正叫绿岛。你看那个梅花鹿地名。我打位遐，对我打位遐转来哎，我店遐有饲一只牛啊，鹿啊，鹿啊啦。牛啊，鹿啊，哎，叫绿岛哦。嘿啊哎，感谢我们学到这啊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来，我说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鹿港，鹿港，你们一想鹿啊，大家鹿个字啊。我说有动物地名啊。我讲鱼池，鱼池，南投县鱼池乡。一外滩呐，你我谈咩？厉害厉害厉害！哎呀，来，我说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青坤新，伫台南遐靠海青坤新，伊迄个坤哦是一个鱼，啊个配一个坤，这个字台南有一坤新、二坤新、三坤新，嘿，南坤新嘿，所以坤迄是算动物的。也是鱼儿房嘿。对坤，好好，坤其实是种传说中的动物。大鱼应该是传说中的动物。对，吼，大家较少看到安尼。来，哦我说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莺歌，莺歌嘿，是水。哦，伊越南甲北甲南甲想袂记就好啊嘛。喂，哎，我说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鹅啊寮，哦，哎呦，鹅寮里头，敢若伫你有看迄？鹅啊寮看，敢若是伫伫迄落，中部以南，哎，足快。你头我讲的所在啦，高雄哦。哎呐，米德隔壁遐啦。哦，鹅啊寮啦鹅啊寮，我说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鼓山岛，孤山岛，花的，孤山岛。嗯，我说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古庄，因为我伫咧台南艺术大学教课，我坐公车去学校的时阵，伫咧生活内底有一个叫牛庄，你应该讲是较早先后有一个牛墟，系牛墟，对，牛墟就是牛咧买牛卖牛的所在，所以叫牛庄。对，牛庄哦，。一些比屁哦，咱唔知，我是知啊，伊真正有去迄有经过迄个所在啊，，对啦有牛庄这地名啦。牛墟牛庄。但是迄较细站嘛，系啦，对不对细站，嘿细站，尽量较大站的较知影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卡落哦。较大站。我说有动物的地名啊。哎，我讲高探井，我靠，伫南投，这是啥物？这你无去过？遐有一个足水的吊桥楼梯系吊桥，你住南投，你是伫讲南投的？对啊，都系鱼池是吗？鱼池啊，高探什井，么叫高看井？高探井，好探井。探嘿，对，就是你，嘿，安尼哦嘿啦，就是安尼，我表演到就不真的啊，我看去去争伊呢。高探井，对啊，迄是地名，看大家较了解呗。我所有动物的地名啊。哎，我讲龙井，哎，两井在台中，我所有动物地名啊。哎，我讲鲤鱼潭，鲤鱼潭、花莲、鲤鱼潭，其实毋那花莲有啦，因为伊早期看风水吼，拢爱看有迄鲤鱼血，迄是好所在，所以足侪所在拢有鲤鱼潭。好来，我所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龙潭，龙潭、龙潭，水是哦水是哦对。我所有动物的地名啊。我讲红山，我讲红红山讲拿，过啊，红拿，红拿，红拿红会使啦，红拿是倒位？花莲啊，凤林，红拿遐红拿。伊遐一个冰，迄个冰场嘛吼，是冰场啦，迄对个对。底下冰的，哦，对，当当就有名包一边啊。嘿红拿，OK，了解。
我所有动物的地名啊，我讲三条角，三雕角。哦，这学问得多啊。三条角，雕字，雕，其实哦，这是翻译的。这是翻译过来西班牙1626年来台湾，伊就用伊故乡名圣地亚哥，对，对第一改个登录的所在叫做圣地亚哥，叫三雕角。所以大家若去东北角看到三雕角地名，下骹写过是圣地亚哥。先第一个，圣地亚哥，圣地亚哥，圣地亚哥，三雕角，三雕角，三雕角，伊是安来三雕角，雕字，水水水来。我说动物地名啊，我讲牛赛骑，什么？哦来，对啊，你讲的所在，你过来啊我！听。碰过这个补充一下，因为牛吼，拿爬行的时阵爱蹬啦，对不对嘿？对，啊蹬啦，无张甜就放屎出来嘿，所以呢，所在叫牛屎行。嘿啊，不过号名号得啥？哎，足艺术的。咱以前讲台湾十大胜利是啥？单林你错赛，蹬着你老哥。第一老哥，单林半天啊，你听过啦？对啊对啊单林你错赛，迄赛就是历史的史的鼻音。哦，所以即马吼，迄个所在甲号得啥？你知叫牛术意识，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牛甲牛吼音较我歪。赶快，嘿，啊赛就是史的文鼻音的差，所以即马叫牛术。牛术是为牛赛行来的。哦，好来过一轮哦，哇，有这里来。哎，我说有动物地名啊，我讲阿狗，屏东的古名，阿狗。哎呦，我说有动物的地名，我讲林乐，林乐，林乐麒麟，麒麟乐，林乐。哎，我说有动物的地名，我讲虎尾，虎尾，尾，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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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尾。虎尾，我说有动物的地名，我讲鱼池，鱼池讲过。你讲过。我说有动物的地名，我讲牛头山，喂，牛头山。虎头山较济啦，虎頭虎头山、西头山较济啦。哦不过牛头山较济。牛头山是在绿岛，你多多等啊。嘿啦，好啦好啦，来，我说有动物地名啊，啊，我讲灵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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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咩啦？叮咚哦，龙洞啊，灵灵动，东北角嘅，哎，我说动物的地名我啊，讲后人，后狼，狼哇你现在后狼吼，其實叫做後狼。嘿，念啊念后人我，来，迄个读人，是，俗語講了好，當兄，哎，经理啊，我互你在咧噔噔哒哒叮叮叮叮噔，互你調音調到來天光啊！没啦，按表演之前要一定要调啊。你點不？你最近你的人客愈來愈少啊！吼，我想講你唱甲長到啊！哎，经理唔当安尼，唔当安尼，阮到志玲打3、5个尔，我需要趁钱啦，这摊我一定爱趁啦。林志玲當時生5個，阮志玲就生5个啊，你唔知吗？你娶林志玲？无啦，我志玲是阮兜一只狗啊啦，生5个啦。 5隻啦！哦，5只啦。恁兜的狗仔這個好了名，但你是咧害我誤會。我就帶袂着志玲。好啦，看到我叫你吼，攏是共高雄人啊哈。就給你一擺機會哈。感謝，哦，感謝。我甲你講，我一定好好表現。但我跟你講哦，哎，等你咧唱的時陣，若無超過3個人去甲你拍婆，哎，我就開始甲你面甲你打牌啊。哎，哦，啊牌啊打甜，你就唔免過來唱啊。這簡單啦，我甲你講，我這條歌唱落哦，一定滿場的觀眾攏徛起來拍婆啊啦。啊呢？哎，冇問題哦，來，好好聽看麥哦。你的單純真水。哦，兩句都人拍婆啊！哇，這林醫生，哎，你唱嘅歌聲，無啦，毋是啦，恁遮哦，恁遮也無人，啊本啥無掃，安尼涂骹啦、濕甲迄蠓仔、河神一大堆，安尼啊，頂甲我攏安尼哦，一摸下，你安尼。唔係歹勢，蠓仔係隨油甲口的所在啦，歹勢你這蠓仔香啊無？誒，這我點的水果你，我知這簡單啦，這天然蠓仔香這上好用。這蠓仔來我來吼，自動離開。哦，你念伊若離開時，你嘛滴等恁兜滴一個月啊。哦，徛倒擺個會當作安全無啊。哦啊，開單恁兜的代志。哈，啊，你帶我者，歹勢哦，可以啊。兩句道人甲你，啊，較多毋是講有拍婆啊，毋是拍婆，是咧拍蠓啊。啊是哦，哇，
哎呦，经理啊，你莫安尼对我啦，拜托的，拜托的，我较认真想的啦，系啊。对的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嘿继续单纯真水，囡仔心嘛真水，就算有时阵吵吵闹闹嘛是请问几秒，多人拍破哎，小姐，经理啊，我点的菜咱拢还袂来啦。我等就过，我是个叫你来，我点的菜还袂来。哦，你唔是咧拍？咱唔是拍破啊，你莫一直想落去。啊，咱你是搞拍婆啊吗？叫服务生来。啊？无啦，我甲伊鼓励一个啦。好听。安尼嘛袂菜紧的啦。好啦，安尼嘛袂有啊啦。我就甲你讲，若无超过3人拍破，你就免啦。我经理啊，你莫对我啦，哎，我呢没有喏。你安怎做后面歌手那边啦？咱拄有讲过哦，面若大甜，你就无法度唱甲昨为止，今仔免唱，麻烦你慢慢啊行落。啊，靠，你对我啦。吼，倒手边门口就倒手边，吼，自动离开，吼，歹势。歌手请了无好势吼，互大家安尼无就听这音乐这享受啦吼。啊，拄则是干那这个麦克的试验嘛尔，嘿，即马才是正式要表演开始啊。这回阮大片空这个民歌西餐厅，无小重注。邀请到伊讲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轰动全世界，真正是咱华人之光啦。来音秀之中唱来拍花鼓来一个，好，Hero，你好，我老遮水，你看。多谢。啊，再来听。哇，比电视较好看。哇嘿啊，不能够多谢啊。朱玉姐啊，你看，对，要唱这吼是我放安尼7天8夜的放大海，放大海哦。嘿，讲哪后上好，我唱歌进前拢会啉这啦。对，囡哈，我嘛喙焦，我会咧。啊，你家己不要走，啊，你嘛拜托一下，我是你的经纪人，唔是你的使用人呢，我哪哄抬你哦？安尼我先打哦。那差济，你歹势哦。啱啊，嘿，阿麦有杂无？啊有喏，当然嘛有。哎，朱玉姐啊，你甲看，这支天后专用的，这声唱得足好的啦。多谢，特别为你传的。囡我会咧。对。啊有啦，你也嘛会有啊吼，这支特别为你传的蓝色的，配你这件衫吼多好，嘛足高贵的啊，咱同款啊吼。那差济啊！那遮酷水啊，甲你的衫足嗨。遐济啊！好，咱两个来自我介绍，自我介绍者哈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这麦克足好，大家好，囡我这麦克无声啦，无声是要请看麦克大声。大家好，你是金文，我是秀琴，我两个是金秀丽唱，无讲话啦。啊，就无声，我有讲啊。啊，你若是讲吼，袂记得阮两个的名，你叫金文，金一个，哎呦，嘿，我秀琴的，秀一个啦。多谢。啊，咱即马要唱歌啊，吼。两位大伯，恁阿未来时阵，人客就点一堆歌伫遮。安尼哦。吼，啊歌拢点伫顶边，啊看你要唱做一条，在恁。多谢。免客气。女人的故事好不好？这啦，流浪的囡仔啦，这较闹热啦。有啦，你直接唱流浪的囡仔，怪怪呢。哎女人的故事较好啦，好不好？金文较适合咱的。啊，这是民歌西餐厅，啊，当然嘛是爱唱女人的故事，才有适合吧？捌啥啦？唱这条就对啊啦。啊，你莫加洗面啦，笑的啦。系拍破。多谢。我两个要唱歌。阿唱。啊，大细汉哪会差济哈？你平常是有伊红包后啦？我哪有？伊啥物拢为你呢？差伤济啊吧？你看我的麦克无声，你给我水汤好啉。啊，你要唱啥物歌伊会讲好，我是袂讲无好，你一定是有。啊好，我无啦，你是安那？来，代志吼，
行到这个勘站吼，我只好吼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啦。其实哦，朱玉姊啊，是我失散多年的阿母啦！是啥？你嘛差伤济啊吧？这个奇奇怪怪代志发生啊！原来主角是你的妈妈。你只会用这款无共款的心情咧对待两个哦，你这款的心态吼，有两句俗语啦。第一句叫做“卖面看人煞油”，第二句叫做“白干啊底豆油”。大家一定挑过乌干啊底豆油，一定唔爱挑过白干啊底豆油。这是唔对。但是卖面看人煞油，这个另外一种啊。好，来拍鼓你就来。因为伊是伊亲生的妈妈，因为伊就不爱讲出来，所以无共款的代志。当初即马两句俗语伫遮咧，第一句叫做“卖面看人煞油”，第二句叫做“白干啊底豆油”。原来业务就算是厉害啊！来，请问要第一句的举手。哦，3对3，来。哎呦，恁两个真正有袂好哦，叫无这学员这个常用。对，问伊，煞油是什么？对，就是卖面的人，就是看人哦，看伊吼较有钱，就甲伊刷油；啊，迄较无钱，袂来食的，伊就不爱甲伊掺料啦。哎呦，大细心，大细心啦，大细心。大细心的感觉，所以恁三个已经是白干啊底豆油。对啊。是啊，乌干啊底豆油无得看。无得看，啊白敢若底豆油就看会到，对啊，拢看会足明的，安尼。骗啊啦！所以恁三个共款的意思。对啊。看出，对唔对？唔知咧。来，正确的答案是老师就请。这个单位哦，设计这两句吼，你看3个对3个，袂歹，以前较少安尼呢。其实哦，卖面看人煞油吼，意思就是讲偏心啦，就真有大细目关价耳。这个是因阿母伊就对较好，迄个介无地带就凊凊菜菜，所以有时候偏心啦。所以卖面看人煞油是讲偏心，啊若白干啊底豆油，因为豆油是乌的，啊你放喺汤羹的内底看就是，所以一寡凹波。变鬼变怪，人拢看会见，所以互看破骹手啦。所以若针对这个内容来看，应该是硬做偏心的，所以应该是卖面看人煞油才对。所以卖面看煞油，看人煞油，意思是偏心，大细目。大细目，白干啊底豆油，意思是看出，水啦，吼，来拍破鼓励。恁新笔作者所写这首我非常不满，你写的，这个主题叫做高丁啊，哎呦，高丁，足足这高的英文姑娘，是，麻烦你先好不？好啊。来请。吉线是高高啊，活动是破高啊，闪闪是皮高啊，中高是高看高啊，马鞍是老高啊，若是望东西啊，就来互伊做个看高，体高，高唔知呢。来，迄个手机嘛，啊，要紧哦。慢慢啊就好。好，吉线是高，吉线是头高啊，我但是我高，我字都想一下，我但是破高啊，闪闪是皮高啊，中楼是看高，马鞍是老高啊，那是望东西。应该咧讲正当语言。伊是咧讲多一个诶，就来红衣做清高。嘛是厉害啦。其实我是感觉唔免动员甲老师咧，我试看对无咯吼。急性是吊高，哦，丢丢高，高，咋讲嘛？活动是拍高，拍高，我喊下去。闪闪是皮高，中人是看高，中人是中啥？人无听过，对吧？老师中人对吧？中人中间人，中介啦，中介，哦中介。哦，美昂是老高，不咧死老高啊，要紧哦，有无吼？那是蒙东西，
就来帮伊做青狗。哦，青狗是什么意思？懵懂啥是啥？做代志较懵懂啦，较冲崩啦。哎，这青狗你听，你甲想做青仔掌安尼就好啊，青仔掌安尼。就趣味的。好，安尼请大家起来。老师，请了，1、2、3、4，嘿，急性是着狗啊，大人是破狗啊，闪闪是飞狗啊，中人是牵狗啊，妹翁是老狗啊，若是懵懂西啊，就来互伊做青狗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后回请继续收看，为山为水为日落。